过来看这婚林的虎尾有厝头家指控一个查甫厝骹，伊若是欠几若个月厝税，阁留一大堆本数，即马嘛联络袂着人，目前是已经先报警察处理。伫咧台中是有查某厝骹讲伊的厝边会来偷骗伊的鞋仔，甚至阁确认伊是毋是有伫厝内，害伊是惊甲赶紧去报案。 水道头互人破坏，水直直流，房间内底是乱糟糟，全部拢是粪扫甲废弃物，阁有一只冲木土仔，互人放杀咬死。婚林虎尾一位厝头家指控厝骹甲房间布甲安尼，阁欠厝税，传讯息也无爱回，人也消失去。他了解他女儿的想法，可能押金1万2他也不要了，他一定要破坏，让我也拿不到那些钱。 所以他就开始破坏门锁，破坏那个水嘛，然后把东西留在里面，都变弄乱七八糟。他妈妈的说辞是这样。厝头家讲，唔知影厝骹偷走去，是因为这个月水钱增加6000块，才发现人早就消失去。干那到规厝间的粪扫甲臭味，大约损失10万块，已经报警求赔偿。婚姻管府表示，这位厝骹恐惊涉嫌犯动保法、民法损害赔偿，又有刑法毁损等等罪嫌。台中市西区是有一位查某，伫睡厝的所在，真侪个听到外口有脚步声，调监视器发现楼骹的厝边，走来伊的门卡口，确认厝内有人无，才佫顾落来偷骗鞋仔。 女子所称，遭其住家楼下的邻居于13日晚间的时候，尝试拉动其住家的门把，并拿取门口前的鞋子。致使被害人心生畏惧，是向警方求助报案，并要求依跟踪骚扰防治法的规定进行告诫及进行申诉的动作。这位女性随向派出所报案，并且伫社群平台发文提醒民众提悬警觉。 警方表示，已经按照群众骚扰防治法告改甲申诉，并且通知行为人到案理清案情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